件人，过着什物件？过着墨汁，过着油漆，去过着涂山粉啊。当然，过墨汁甲过着涂，迄个油漆要洗就无好洗啦若过着涂山粉洗无好洗无？真正看洗生气啊！你去过着哪？迄位哥哥了这传到尾传信，我意思恁听啦抢劫、偷盗、加盐、食毒、含老爸掠分尸。伊毋是本来是这个吗？伊毋是本来是这个造题的吗？所以伫遮当中，伫这地级的变化、顿间的变，或无顿间，法就无这物件，是因为你这个法后壁造出来，这个自信中造出来物件就安尼。咱今日去修学到顿，就是要回到本性，将就是一直讲修的讲。这个觉叫做恢复，恢复，觉叫做恢复，恢复到哪？顿叫做恢复，顿啦顿叫做恢复啦这顿叫做恢复。将呢，将叫讲修。迄讲修咧，对到你我平毋知。反正讲，你今仔日，你都无找着你个，都无找着你个生死的问号。你要了解你个生死，会迄个哪呢？会迄个力量要转起来你也无，你没有方向嘛？你没有觉，哪有方向？你无感觉？较早阮后辈啊，恁问我，你著爱感冒，你若不感冒，你一世人更好。变爱感冒，咱嘛毋是讲，像恁妹咱感冒尔呢，毋通讲感冒就是讲，你爱感冒，你当然用刀轮回，咱当然切落去啦。切落去，切落去，用刀轮回切落去。而且轮回，讲轮回，这轮回，你咱轮回煞，你感觉就轮回。你毋是这上手咱在认为，你后面再认为，咱要修道就是要修后面，咱要修道就是要修觉，咱无要修继续将的。但是顿将就是啥？伊咱知道，这个不能叫，但是后边你该说出来该说要讲注意了你要发现了是该顺着的道路，所以呢，到家一定说的。条件很好，那你像我们这大乘佛法了我们好呢，我们好本身的个人的理解有人讲到那个性灵，那个真实意其实比较简单的。那个人讲无气量，蔡国斌讲教我想讲教我若要加一人本地本头若要好，就人报道应该是蔡经理伊嘛出些爱出点你啦，爱就可能想讲有人互我平常习惯我就来学习安尼咱大家做结合安尼啦。无我是讲蔡经理蔡经理讲好你讲比我好今日咱讲到这个所在不足基础，慢慢可以建立对不对？过程最后叫我们可以大家心里面心里面好，谢谢各位。大众学习。感谢目前的慈悲前道义工、敦道义工。第三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道义工，在鞠躬。三鞠躬，感谢目前人慈悲鞠躬，感谢点文师慈悲鞠躬，敦道义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目前人慈悲鞠躬，感谢点文师慈悲鞠躬，十架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道义躬，再鞠躬，三鞠躬，十架前人鞠躬。上下护前人鞠躬，上下点文师鞠躬，敦道义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十架前人鞠躬，上下护前人鞠躬，
创下给文思一功。好，大家很好，很好。我让他们。